超鮮甜嘅筒骨蘿蔔煲，新鮮嘅筒骨買返嚟洗乾淨先，印乾啲水分之後，我哋就開始醃啦。落多少少鹽、白胡椒醃佢，最好要醃過一晚，更加入味。我準備咗啲粟米，咁樣可以增加湯嘅鮮甜度。先將把刀切入去，然後反轉拍一拍，粟米就自然會分開啦。蘿蔔去皮，記得刨深啲，刨到見到透明嘅位置，咁樣嘅蘿蔔咧非常之鮮甜。蘿蔔滾刀切塊備用。開始啦，首先用熱油煎一煎香啲筒骨，落一片薑，落少少酒去腥。我哋今日人多請食飯，所以我準備咗比較多筒骨，成個煲都滿。筒骨唔使煎好耐嘅，稍為煎香咗之後呢，我哋就開始落粟米，然後撞一煲滾水落去，喺個高度呢，要同筒骨持平，因為陣間我哋仲要炆蘿蔔。中細火煲佢一陣，吸蓋中細火焗30分鐘。過程之中記得留意一下，如果有浮沫嘅話，記得撇走咗啲浮沫去。呢個時候再煲一煲滾水，準備幾隻雞腳淥熟佢。喺澳門有個好出名嘅豬骨煲，佢嘅秘訣就係落呢啲雞腳，會鮮甜好多。淥咗之後呢，就撈起備用。30分鐘過去啦，呢個時候見到筒骨基本上都熟啦，但佢仲未腍㗎。呢個時候將頭先準備嘅雞腳同蘿蔔都放埋落去。盡量將啲蘿蔔放喺下邊，將啲筒骨撈上嚟，等佢浸嗰啲豬骨湯咧，咁樣會更加入味。繼續吸蓋中細火，再煲多30分鐘。A few minutes later. 好啦，30分鐘過去啦，一打開煲就成間屋都聞到豬骨嘅香味。呢個時候我哋只需要簡單調味，放少少鹽，少少味精，準備開飯啦。湯底濃郁，蘿蔔又好入味喎。骨筒有肉又有筋，真係非常之好味。每次請朋友嚟食飯呢，大家都會讚不絕口嘅。其實真係又簡單又大方嘅一個餸，分享俾大家，希望你哋鍾意啊！記得幫我點個關注，以後想整呢道菜嘅時候，隨時都可以揾得返，唔使周圍揾啦。